又搁传出这比特犬攻击的事件，这是新竹竹北有一只比特犬的攻击人的狗仔，互伊颔棍啊着伤。这动保所稽查结果发现讲，这只比特犬的无登记，而且嘛无目锁啊，也无挂安全喙罨，所以要甲主人来罚80000。民众看狗仔散步，路边熊熊钻出一只比特犬，甲狗仔颔棍直接夹落去。附近民众看到，赶紧来斗相共救一段时间，才甲两只狗仔分开。不过，互比特犬夹到的狗仔颔棍啊有10公分的空喙，赶紧送医。我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它已经咬上来了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早上10点多。这边还没有人，我就一直大喊说谁家的狗。当下的情况真的非常紧急，我们只想要赶快把狗分开。然后一分开的当下，最后来帮忙那位先生就大喊说他是比特，你赶快报警。新竹县动保所接到通报了，拜下晡派人去了解，发现比特犬主人饲比特犬无登记，已经违法。佮加上东港无替狗仔挂安全喙罨，也无甲狗仔牵条的，再造成这桩攻击事件。按照动保法，先罚86000块。在比特犬的部分，它是没有做一个登记的动作，这个部分我们会裁罚5万块。然后在它也没有施打晶片，这个部分我们会裁处新台币3000块。另外就是在外出它没有做适当的防护动作，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依照动保法的法则去裁罚新台币3万元。然后它有造成其他动物犬只的一个受伤的状况，我们也是裁罚新台币3000元。动保所提醒民众，饲宠物除了拢需要登记以外，带狗仔出外散步一定要用锁啊看好势。若是较危险的宠物，亲像比特犬这款的狗仔，一定要挂安全喙罨，避免发生意外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